啊？他都60多岁了，韩正。年龄？你看不出来吗？我刚过完成年礼。啊，60，其人一生漫长，1年算不了什么。我跟他算是忘年交。忘年交？可是他看上去只有30好几、啊。我今年80有3。83？我旁边这位，岂不也是个老妖怪？我跟你说，韩兄，你别看他年纪大，实际上跟小孩子一样。是。姐姐可提醒你啊，你虽然不通晓男女之情，这灯会可是男女定情之日。男女定情？韩征，我们认识吗？你不认识我？与你何干？啊？平时机灵，这时候却听不懂人话了。犯案带着这种东西啊？对他怎么了？